张家千里雪铁高，青色的黄皮丝巾，青色的黄皮大腚，青色的黄皮大腚。小罗，哎呀，这个才来，走马出才来8点过8分，好热啊！今天20多度，我就穿短袖了算了，今天穿短袖了，太热了。好热啊！看全身是汗，我走了一下，也不是全身是汗嘛，就头上冒汗嘛。哎，这是苏拉嘛，这是丽丽。对啊，很热。今天大概现在温度是20度。
他那个切换好快，有拿吗？去拿吗？拿吧。夹在上面就可以了。怎么夹？记得手里边这样，就夹在这个上面啊。好了，可以了，夹在上面就可以了。上面可以了。瑞瑞来了吗？哎呦，稀客啊！瑞瑞。在怎么教那个跳舞啊？目前我觉得应该跳都在几个月吧。我还是要去准备去他那个地方拍他的，他在教跳舞。我说你介不介意？他说不介意啊，他随时回来。这几天没事，有事情就过去，没事就过去拍他们。那天我都不知道他在这边，没有跟我说嘛。另外一个推给我的，他说他自己在那儿教我，然后我就问瑞瑞在哪个位置，他就说了。曲真来了，秀儿来了，戴宗、玲玲，一西卓玛，还有那个曲这儿又换了一个衣服。2个。
炫酷自己。把这速度唱动身，唱那赛有能啊唱，赛赛把爱意我能唱，我说一马的注意不，我说一马的注意不，这样。一个一个唱手，我一个一个唱手，我等等等了唱手，我上了唱手，呀那年当主不做，俺的这一路啊走，什么的我干的，我跟着这干的，俺这唱的也那年。차야 들으네 나네 이구 유구 턱쇼 오예유 유유 턱쇼 덤덤덤덤
呀，朋友们把大家都从你个广州国际中国唱片。这个是那个人杰，这个是人杰，后面是老胡，这个是老方，你别说了也不会记住他。这个是德国的，这个是老二，哦，老大。
蒙拉丑，偶尔那个高一点点，高一点那个是叫斯朗巴西，老大要矮个1公分左右吧。这是去这儿每天换一套衣服，一起走嘛，基本不笑的，这个一般都不会笑一下，看一年都看到没有，很少笑。这桑木明天给他送鲜花和水果，我跟他说了明天要来，明天要送走马出桑木，还有秋吉3个人，鲜花加水果吧，100块钱的水果，我给他选了7、8样、8、9样吧。我一说还是不能补。丽丽都跑那边去了。丽丽跑第2圈去了，苏拉也在第2圈。听错在第2圈，确诊在第2圈，然后那个是，那个老大跑第2圈去了，对，丁总。老张去争杨顺儿，这杨顺儿在国外很受欢迎，长相。我们叫他小棉袄，叫他大棉袄就是拥挤，小棉袄就是杨顺儿。反正就是每个人都有一个外号吧，他们给他取的。公博、白后。后面是拿错，炸鸡曲征、扎西、墩子、罗桑、江村，然后九美，然后是和尚，然后任杰、老佛，后面还有一个是谁的嘛？是这个康珠吗？康珠来了。我们那边跳到不知道吗？那个永远都不知道名字，先告诉我搞忘了。康珠旁边那个记不住了。康珠的人气挺高的，每天晚上直播都是2、3千人。他聊天那些什么，我看一般都是2400到2600之间，我都不知道咋回事。金米，你跟小棉袄，好的，就是今天星期4嘛，明天星期5，那我问一下，明天又送3个，加你2个，可以，那就5个人嘛。电焊工嘛，不是焊电路板的那个，是工地上搞电焊的那个。苏拉是搞过电焊的，烧过电焊的，他会，本来就会。这有点长，应该有7分多钟。这是瑞瑞他们带过来的一个舞蹈，以前只有第1段。罗马那边还没修好的，还有围栏还没拆掉，只有一小块。它拆了之后，应该面积都，我看到面积这样几没有，可能平坦了，就是有台阶。但是平坦的地方比以前跳舞的面积大很多。罗马那边拆了的话，应该比以前
前肯定容纳更多的票务，但是看了的其实面积增加了，因为以前有花台嘛，花园那些遮住了很多，现在那边全部都基本上全部重新铺了一下，面积都扩了好多。秦朔好像来了的吧？秦朔、康苏都来了，确诊嘛，确诊和那个都在，康苏在后面，等一下啊，你看嘛，旁边马上到了。文定里后面就是苏拉后面是秦朔后面是确诊后面是那个斯朗巴西。戴眼镜的是九美，前面老大是高的呀，最高的一个是索罗布，这个就是百货的哥哥，酱醋香秋枪，这个叫酱秋，是不是？反正直叫江春算了，我想搞完前面那个名字。小罗在啊，第一个小罗05啊，这是小罗05啊，这第一个。这个最近经常和那个什么萝卜和上他们有没有经常一起跳舞？他们好多是开的北京班，在教学员嘛。他们说。进步到这边来，进步很大的，特别是秦朔进步非常大，并且很那个，很调皮的那种，就是有点像老六的那个方向发展，还有点搞笑。他是朝那个曲征嘛，像发廊曲征那个方向，有点搞笑的那个对。他在一起，后来在一起的笑那个怎么说呢？他有些因为曲征和他们两个关系很好，非常好。有些表演，就比如说其他单位请他们去做表演，或者说曲征都跟着去。曲征他要那次也坐飞机的时候，他们两个一起。好像去玉树那边表演，甘南那边。人杰进步也很大。那个衣服我就觉得一看就比较贵，颜色也比较独特。雍正今天没来嘞，本来的雍正罗马出英卓的没来，雍正还在外直播吗？
今天我今天问昨天晚上吧，我问永贞唱的歌叫啥名字，他也不知道。后面就叫卓玛初，名字叫卓玛初，这个歌还非常好听。我找了好久，然后我问张小队、小扎西，他也不知道。最后我问卓玛初他就是叫卓玛初。我说跟你名字一样吗？他说就是不一样，后面那个字不一样，后面是错数的错，他那个是卓玛初，初中的初。然后我没确定嘛，我就问英卓，然后问英卓，他说就叫卓玛初。然后那个歌我都发出去了，我不知道他们要改了，加了一个说明嘛。卓玛初唱的英国，对，我是说永贞唱的那个歌，永贞唱的那个歌叫卓玛初，因为他的藏语翻译不了，然后我问他们藏语什么意思，他也不知道，他自己唱也不知道。英卓唱的是番剧，唱的番剧，因为我没拍到他，因为我下去拿东西去了，我朋友开车送狗粮嘛，送狗粮我去拿去狗粮了，然后待了10多分钟，那时候拍到背影没有意思，我就没有其他的视频，我找其他药也可以，他上面不知道是在哪个地方找的，他有正面拍的他的，应该是这卓玛初的是其他的拍的。小罗我也是笑着的，还有我也是啊，我们平时都是微笑的。看到我们我们的话，感觉跟那个谁是微笑的。看来今天来的比较晚，因为8点20才来。来回来的比较少，一周来说2-3天嘛，1-2天。因为他好像有点怎么说呢？身体不是很好，要跳舞的就开心的嘛，有时随时微笑，都习惯了。他睡着了吗？睡着了，这好像睡着了，我感觉是睡着了。我抱了狗给他就睡着了，睡着了。我就觉得他这身都软了，身上应该是跳他们的舞吧，跳番剧，有可能是番剧。欧姆经常跳的那个番剧 U 盘。好热啊！今天20多度。这室外温度20多度，现在都是20多度。这几天就穿短袖了，太热了。就那个没电了吗？这个没电了吗？它是在动。我这个抽屉里啊，它有电瓶。它就是那边不用电，就是不牵那个主线，就不用牵线了。牵线太那这些电太麻烦了。就直接电瓶开电瓶的嘛，开灯就可以接，可以开，这更快嘛。关灯就可以关，直接说就可以，不用接。直接它的有2个电瓶嘛，2个电瓶一边一边。音响就不用充电了。下面去关灯，它就直接关了，没电没线现在。连了线嘛，不是自动的，现在音响直接过来了，就是。现在方便些，但是每次要拿那个电瓶倒过来很重，就是电瓶要重一些嘛。就电瓶充电是吧？电瓶它共用2个灯泡嘛，那2个灯泡4个灯泡，一边2个，一边共用2个。那就不拿来主线了。哦，那不拿主线了。对，每天要把那个音响电充起。每天要充电。每天要充，不充就不行。这个小朋友，他们跳他们的。把手动到手机上了。
那个什么炸西曲桌，哦，他修的。那个是呀，我看我有没有，看我这儿有没有纸。炸西曲桌，嘿，你们在哪儿？这边来。没有去过。到了没有？那这儿有纸要不要？把汗擦一下，全是水，全是汗。你给他全都是汗。他们动作好大。对啊，你不需要擦汗，需要擦一下全部是汗，这全是。那个把那本来跟狗狗走的自己把那把湿巾纸没带，车上有。他们本身过来个子高，个子1.8米几，1.85米左右。这边抱。对，这边热的全部，明天我就穿短袖上了。因为个子很高嘛，扎西都才1.6米几，然后这边高一点的话，反对高点就王青1.8米，1.82米左右吧。3只小老虎都比我没到1.7米，对对。他们3个都是1.85米左右，1.83米左右，1.83米。老虎要高一些。我不说。这边是那个梅多多老师他们团队的。第一个是手上罗布，第二个是九美，看是不是中文的意思。他们跳的话，这个场子不够。一圈的话，我觉得本来50个人的话，只有25个人了，因为活动空间太大了。我是双胞胎新出赛，他们在现在小罗后边第2圈。这动作很大，然后跑得很快。这有点短，2个多钟。让你们看，跟你看清楚了些啊，清楚和康复哦，欧姆哦，这个是格桑。
个叫什么农田哦，古装也有，也是前几天才编的。那当天编的他们发出来了，然后晚上就跳。江西会那边，有点多，那边新歌好像听都没听过。跳的比较多的叫番剧，我们也喜欢跳那个。这个节奏比较快哦。人多沙场不必爬山来呀，我干能不必做的人呀，干个的干不不必爬山呀，干见这种不必经过的呀，干见这种不必经过的呀。我给你不相当着了嘞呀，他遇到了相当遇到嘞呀，相当着了买的啥啥嘞呀，你别让他看上你的家啥，你别让他看上你的家啥。昨晚上我这里那个天亮，两个人准备干这个套个缠头，刚刚这一两个人的半天呀，想到准备两三两个人的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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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就是小石的嘛，我们专门教，就专门跳。这是啊，江西会的。梅都老师了没有了？这个是九妹，这是九妹，那个前面是手浪老虎。这个是谁啊？这个是九妹。九妹啊。另外一个呢？这个前面那个是萝卜，手浪萝卜。哦，是不是还有梅都老师老妹里面的？对啊，梅豆豆他们团队的。还有是国商。他们专门教那个的，教那个舞蹈的。梅豆豆他们在办理培训班，对，叫格桑，对，还有个梅豆豆。他们经常和那个瑞瑞在一起跳舞，瑞瑞他们经常都学的新舞，他主要编舞比较多，主要是编舞吧。他们编的舞比较多。什么香国之声啊，康夏琴啊，很多都是他们编的。他们另外一个叫他们叫唐诗不中那个。对，他们编舞的，对，他们编的舞。我们那边跳的是他们编的舞。木科就是这个是木科，最专业的课。现在瑞瑞也在教跳舞。梅豆豆他们老师在成都这边有，还有其他的地方也有培训班，他们应该几个城市都有，拉萨那边。后面他们第4个了，看我那边啊，聊天我那边没看呢。对啊，你编舞，每个团队编都不一样。我可以下海了了，哎，可以下了吗？这个蛋挞他们更热。脖子上面全是汗，直接缠到腰上了。3，瑞瑞还有哦。
对，乐乐要不要？嘿嘿，看乐乐，不要太热了，不要。反正也就准备了5根吧，我那儿还有2根，昨天晚上10多根全部做完了。银座跑哪儿去了？后面去了。这个不是，他们是外面团队，所以可以下海了。之前说不让下海了，也不让送宣发嘛。看到慢慢放松了，我这边可以正常送花了。明天要送3个，加2个就送5个，应该可以就随便送吧。反正一般都8点40、8点50送。3场之前嘛，送好一些。扎西队长有3个队长，罗山、扎西，还有一个相对拥挤吧。木锅也他们编舞。这个一点好笑，这个一点好看，我是好笑。东部那个跳的，其实每个人跳都好看。他那个摇一摇的那个，在欧姆里面跳得很好看。那下一个应该是学湾番剧吧，应该跳番剧。时间多的话，我这个跳。在跳番剧嘛？看放什么？哎呀，古今才来呀！这个才来。这是油之后的。在后边，瑞瑞不是丽丽，瑞瑞后面是银座，丽丽在前面，在另外第2圈。看丽丽嘛，丽丽这样给找出来啊。领我是那个小罗在赢。有点长，他们以为只跳一段。
这几个也是啊，少吃180几，185左右吧，182，多矮一点就1米7几，也我不在。太多了，去拉萨的阿爸太多了，好了，材料好了没在成都嘛。没电了啊，现在跳板马上就完了。今天我就坚持到，因为英国我没有它的充电器，我那个是15的充电线，就是 PC 的，它那个没办法，我没有它的充电线就没时间了。应该还有6%-7%左右关机了。最高的不是苏拉有很多，苏拉、雍正、英国、牛马珠、团队啊，团队可以几个。不是团队的认识很多，都1米7几，后面那个都是什么？罗陀的2个连姐妹都是1米7几。结束了，上场了，刚刚开始监测，现在你手机没电了，马上就关了，3%了。我花100多个了，下了。我真的有用，我这个头。哎呀，关注点下去了。这马上结束了，慢不得调了吧？已经上场了嘛，应该是已经结束了，9点12了。谢谢，真的。你把那个充起吧。你多少了？现在少了。你500多个了还是多了？少了，因为他们都知道上场了。没事，不用放了，对不对？可以换3。你把电插上吧，应该还可以充点电。不用，我谢谢，不喝。你们全部是韩国，我一点都不热。结束了。你们2号队就站在一起，所以看错了。
好多的对好多人认为这个是，他是那个丽丽后面就是他说丽丽后面是尹卓，我说什么我怎么可能后面是那个是瑞瑞，他好多认错了。这接下来是些喝水，全部是汗，你看嘛。把我包包拿过来吧。你那个确诊，你们去不去二楼啊？去不去二楼？太早了，现在才9点钟。太早了。才9点钟嘛，你看嘛。小狗狗，小狗狗。人没回去呢。啊，他们都走了。好热。他全部都睡着了，他在那儿睡着了，因为我抱了他很热啊，就是肚子下面有点让他走路，让他走嘛。等会儿走，等会儿的人少一点，这人太多了。今天好热。像20多度，现在还是20多度。走嘛，去不去了？走到旁边去玩。现在他们这边听说会被包围。对啊，一会儿他们去拍，哇，好高！下次搞个360度的直播，Insta 360那个，用那个直播，那个随便你手自动转那个。给我。